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伊知影你无死，对无？你敢会相信啊？对无？阿红兄，我有啥歹意？也毋过，你无法度人啥物，对无？你无法度人啥物，是你拄着迄个陈建昌，也是你心目中唔甘放袂记迄个陈建昌。总是爱讲个清楚。不灵，你到底是在做哪不灵？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啦？咱在世的时阵，咱无法度做阿阿母，敢讲你连做鬼，也唔敢出来甲见面先。不灵，你到底伫在倒啦？不灵，我是毋是救朋友，并无重要。我敢若希望你会当好好照顾我的囝。我敢若希望你莫阁叫了坏心。我敢若希望你莫阁离我，因为就算讲你阁离着我，我嘛已经毋是较早迄个旧文英。你嘛毋是我较早熟悉的陈建昌。阿爸，阿爸，吃饭啦！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到底是安怎啦？阿爸。阿母，阿母，食饭啊啦！阿母，阿爸，阿母，你甲阿爸到底是安怎啦？咱两个人无爱出来，嘛无爱出来食饭。你，阿母，阿母，你囡仔人莫吵啦，带你小弟去食饭，阿母，去食饭啊啦！陈建昌，陈建昌，我知影，从即马开始，咱两个已经不是翁仔某，咱两个的缘分到这总算是煞。不管我即马搁安怎走，安怎讲，拢已经无法度改变你的想法。你甘愿为周文英死，为周文英死？
为伊付出你的一切，为伊来挽回我一世人。好，我错啊，我欺骗你，我苦毒周文英，我拆散恁两个，我害你两个2、3年无法度见面，我害你无法度娶周文英。我害你啊，甲我继续做翁仔某，我害恁两个到即马变成生不如死，拢是我害你，拢是我害你。秋文英，秋文英，你为什么讲话无算话？你讲过。你绝对无要甲建昌见面，在伊的面头前，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你为什么搁爱出门甲建昌见面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为什么要害我？你敢知影？文英甲建昌小人啊！我敢要甲文英结婚，我敢要甲文英结婚。真正唔知影要安怎，你敢要用甲我讲？我拜托你，你甲我讲好无？你甲我讲好无？你要创啥啦？卖乱打！哎，这是咧一群公务。你创啥啦？哎，卖阿妹啦！你卖阿妹啦！你要创啥啦？金牛啊！金牛啊！卖阿妹啦！你太大了！你看卖。金牛啊！金牛啊！你创啥？金牛啊！这还搞得干这物件？你笑，你来干了？笑！卖阿妹啦！金牛啊！你现在在做啥？你做啥？干嘛鬼？你干嘛？干嘛鬼？干嘛鬼？你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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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看你干嘛？鬼啊！看你干嘛？你是干嘛？你是要创啥啊？我是做唔到这样代志，你那边人当好调啦！干嘛鬼啊？你的厝摕去底下，今晚人也拿袂出来，怀疑交阮通知，叫人来甲你查封。拜托，你莫搞为难，啊若无，你就是妨碍公务。阿母，叫你老爸出来，叫你老爸出来，叫你老爸出来！好了。阿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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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代志啊啦！怀疑派人来查封咱的厝啊啦！阿爸，阿爸，你开门啦！阿爸，阿爸，你紧出来好无？阿爸，阿爸。为你伤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消息。文英哪会去拄着建昌？那安尼，
文英无死的秘密，唔着别空啊！建昌一定会走转去问淑珍。假使若阁互建昌知影囡仔身世秘密，那呢唔对，不用的，我一定要互阿华甲文英赶紧结婚，这是上好的办法，对大家伤害会当降到上低。也若无，等甲代志全部别空，安尼对大家拢唔好。文英，我听阿豪讲，你曾拄着建昌是？阿姨，真实的。我知影你这阵一定感觉真为难。我毋是要来逼你甲阿华结婚啦。假使讲你心肝内若真正无法度放袂记个建昌，那安尼就准讲你甲阿华结婚，对建昌、对阿华、对你。拢无公平，敢毋是？阿姨，其实我对建昌早就死心啊。你对建昌死心，那是因为淑珍甲你逼的。你是毋是真正对建昌死心？只有你心肝内上解清楚。既然建昌甲知影你无死，我想伊一定想尽办法找到你。所讲，即阵若互建昌甲阿华两个见面，你要安怎选择？你有想过无？文英，我希望你会当主动因两个人见面。我希望你会当甲阿华两个赶紧结婚，甚至离开台湾倒转来南洋。你一定感觉讲，我这个做老母的真自私。无对，阿华是我的囝。天下会多一个做老母的，袂为家己的囝。文英，假使你若真正讲对建昌甲当互袂记的啊，那安尼我求你，赶紧甲阿华结婚，莫阁丢丢啊！我有啥物好丢丢的？阿姨讲了真对。其实我知我甲王大哥一世人拢没有结果。我照王大哥的意思，逐工就写一本日记。写遮尔啊久啊，伊也是别人的红衫，我是毋是应该将伊放袂记，去找属于我家己的幸福咧？幸福，我敢有家己的幸福？我明知甲建昌做伙，要有啥物结果？遮侪年来，我是安怎搁爱为伊流目屎？我明知只有嫁予阿福兄。才会当找到真正幸福。敢讲我真正就要目睭金金，看到这唯一的幸福，就安尼无去，得倒去伤害一个真心爱我的人？袂用的，我袂用安尼做。对，我应该将王大哥放袂记。对即摆开始，我要过属于家己的日子，永远永远，我要再写一本日记。我刚才想要甲你讲一句话，伫我的心肝内，早就无建昌这个人，我嘛无希望，因为迄个人影响咱两个人的付出。明仔载，我同款会穿新娘衫，踮我的房间等你来娶我。
阿爸，阿爸，你嘛出来讲几句话好无？法医已经来查封咱的厝啊！阿爸，你嘛出来将代志解决一下。你是一家之主啦，阿爸，你莫放阿母一个人点了好无？你叫伊是要安怎处理啦？阿爸，你出来一个好无啦？阿爸，阿爸，你安尼你叫阿母是要安怎啦？阿母，你先莫烦恼，咱即摆上要紧的，就是要想看卖有啥物办法通好解决这件代志。阿母，你放心，你要看我甲志忠，阮两个人都已经大汉了，阮会用出去外口找头路，加加，咱搬出这间厝。阿母。我甲志忠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甲阿爸，你莫烦恼哦。阿母，阿母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。